2019年，丁慧强以第9批援藏干部的身份来到阿里地区日土县，开启援藏之旅，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支持日土发展、扶持农牧民稳业增收等对口支援事业上。进入阿里日土以来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呢，就是如何尽快的融入当地的工作和生活，让自己呢尽快的成为一名本地的干部。日土县白绒山羊绒一直是当地特色产业之一，但近些年来受限于传统落后的养殖、销售观念及模式，羊绒价格持续走低。丁慧强深入牧区，细致走访，潜心调研，探索实施统一收集、竞价销售模式，成功举办了2届日土白绒山羊绒毛品鉴及产品竞拍活动，创造了日土羊绒每市斤165元的这种国际国内单品最高的价格，使日土的农牧户累计增收户均增收呢4000元以上。援藏工作和生活使我感触颇多，我将尽其我所能，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对口支援工作，让日土的发展更有温度，让日土的百姓幸福更有质感。抖音、